嘛是社会新闻，新北市刑大为4月开始针对这个诈骗集团犯罪行为，透过电信的巡逻监听，抄到真济诈骗集团。有集团的嫌犯真奸诡，唔来以透天厝做基地，为了避免引起警方注意，将这操控的指挥中心设伫楼尾顶，搁按吊车运送外卖甲赃款，买手嘛互警方抓到。另外负责做米边的嘛走袂去。 后来天，警方排获诈骗集团的控房，锁定接警，高级的透天，所看到外送员甲驾驶吊伫咧锁仔顶悬，豆豆啊升起哩。详细看是楼尾顶的吊车甲驾驶送互诈骗集团，因果利用这款方式来避免警方假装是外送员。 警方继续找伫咧另外一个高级的透天，甲共犯抓到，因拢是共一个诈骗集团的共党。根据了解，陈姓主嫌的投资诈骗集团有10外个人，分别伫咧台湾的高雄、屏东。专工经高级的透天做地点，甲控房设伫咧楼尾顶，搁装吊车来运送钱财甲驾驶，就是要减少互看到的机会。架设这所谓的吊车，将有关于外送员送来的便当，直接用吊车的方式从1楼垂吊到有关于4楼，供他们做这些使用。8楼，做告国。 伫咧新北蘆洲，真济警察专副部长早前大动作攻入社区大楼，抓到的嫌犯就是真济诈骗集团的编辑。这个单身查某人专工到柬埔寨取经，回来台湾做控房的首脑，佮用编辑的能力盗做诈骗的多工影片，收太值钱。 新北市刑大4月开始推动查电行动，锁定部外控房、机房等等来查，拢总甲149个人带转去，专面敲诈，背后诈骗集团无地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